这这陈大美食有够赞的啦！什么港记烧腊、松本鲜奶、鲜果补给站、邻家素食，哎呦，食免钱的了，敢会是诈骗集团哈？哦，袂来啊！人迄是咱盛大的成功台语，传互咱练台语的好料呢。为什么成功台语要传这好料的呢？台语敢有足重要哈？当然嘛重要。台湾有国家语言法典化了后，咱需要真济本土语言的人才呀。什么？樱桃园啊讲台语，派对卡孔明，Spy Family 嘛讲台语了。佮讲咧 ，AI 教父黄仁勋嘛就爱唠台语的，而且伫高龄化社会。阿公阿嬷所需要的看护人员，也是机器人，那拢会晓讲台语，是不是就真舒适呢？我知，每一种语言拢是资本啊。资本愈多你的 power 就愈厉害了。真够，佮讲甲真斗达。总讲一句，为着要鼓励大家练台语。咱成功台语款真侪好料的，刷落来，你绝对爱真足听。这是咱的选课系统，华语外国家语言授课，大力甲试落去咯。哇！这学期有16门课上课语言是台语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台语授课。大学的国文嘛有台语版的哦。这无讲你就唔捌啊！这台语版的大学国文，全台湾敢若成大学生才有这种好康的呢。你若修这种后标注记台语专长微学程的大学国文，就表示老师用台语上课，安尼你就赚到必修2个学分，台语全长微学程2个学分。听起来就是1减2个蒙拉减西课了。到底什么是台语专长微学程哈？这若要讲甲你捌，喙手就好拍干咯。选课系统这甲点落去就知啦。你讲遮久啊，哪会拢无讲到免费的迄落港记、邻家、松本、鲜果哈？刷落来，你一定爱认真听，用心听，好好啊听咯。听演讲食家子，这学期成功台语有安排14场台语通识认证讲座，数学、新闻媒体、医疗、心理、音乐，逐项有，这呢青草，这呢澎湃啊！用台语来教数学、医疗。音乐敢有可能？你看台语无吼？当然嘛有可能。听看卖，你就知台语甲华语、英语同款有 power。来听演讲，可会当摕到港记烧腊，也是人家素食100块的便当券啊！听演讲就有便当哦，赞啦！刷落来看动漫、食鲜果，又搁是啥哈？跃跃欲试，这出漫画介绍科学家发明对抗阿兹海默症这种新药的过程，每一集才5分钟尔呢。只要看5分钟，回答问题，有4题是正确的。有机会得到鲜果补给50块的水果券，水啦！这到咱去咧龙谷的学生活动中心，这栋哪会生做遮奇怪哈？这是成大创意基地啦！成大校园有遮济建筑物，你敢知影每一栋的故事？听台语，看英语。林松来，这个活动邀请你用4分钟的时间来听成大建筑物、台语、英语、双语的小解，
回答5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有机会得到50块的爽本饮料券。最后一个，这个我知啦，这个真简单，我足侪朋友拢有参加票选校园新生。这个台英双语导览拢总有3个人配音了，你着经你上介意的声音，就有机会得到50块的爽本饮料券了。讲遮济咯，重点搁甲你留一摆，听演讲、食公子、看动漫、食鲜果、听台语、看英语，林松来票选校园新生，林松来。哇，冒死啊！遮济好康好料的，我敢会当全部拢参加哈？当然嘛会使咯，成功台语陪你练台语，因为成功人成功台语，台语一定会成功啦。